候，放弃我们的心，让他来到主的面前，把今天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他。为我明了，我信了你，甚至你比我不过，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。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有你同在，我不知畏惧。你是我的主人，我所依靠。每个夜，每一天，我知你永远在身边。主，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。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要你丰盛应许在你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坚不磐石，全能真神，我敬拜你。让我这个时候，我们来为我们的国度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在很多的地方，还有很多人还没认识你，我们求主保守，让那些还没认识你的地方，求主差派更多的你的门徒到那个地方来传福音。我们也看到很多是属你的国家，属你信仰的国家，现在正在发生战争。我们也求主大大的保守，主啊，让这一区的所有的居民都可以思想耶稣基督所传下的，我们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我们这次要为我们的国度来做一个祷告，愿主你的灵，愿主你所爱的每一个地区都有主你的福音传道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你是我的主人，我所依靠。每个夜，每一天，我知你永远在身边，祝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，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。
时候，我们为我们国家来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真的是何等美的一个国家，何等美的一个宝岛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在400多年前，主就差派天主教的宣教士来到台湾这个地方。更何况在150多年前，你差派了玛雅会、马歇来到这个宝岛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属你福音的大能。主啊，我们特别将我们的国家献上。我们求主保守，让我们的执政掌权者，只要是基督徒的，都应该要发挥基督徒的影响力。我们要为我们执政掌权者来祷告，让我们执政掌权者可以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，让台湾不是仇恨，让台湾充满了爱，让台湾可以这样成为福音的出国国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大大保守，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不是把福音锁在自己的家里面，而是走出去，去传扬我们的福音，让更多人来听到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所有的基督徒，台湾的基督徒，我们到现在只有10%的基督徒，但是有90%的还没来认识你。主啊，求你大大的使用我们的执政掌权者，使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，在宝岛这个地方传扬你的福音。我们同声开口来为我们国家、为我们这块土地来做一个祷告。这时候，我们要谈到为我们教会来祷告。主啊，这是你所设立的教会。1967年，新取人起基督徒，成立了道山喜爱教会。在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依然坚守我们的岗位，坚守主你给我们的呼召。我们求主保守，让我们喜爱教会要打开我们的门，要走出去，要将福音传给我们这个社区。我们要成为这个地区的光跟盐，我们要成为这个地区有影响力的教会。我们要让人家看到喜爱教会就想到耶稣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保守我们教会，也保守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，也保守我们的家人，那些还没认识你的家人都可以早日来认识你，也保守让我们的生命都可以活出见证。我们不只是说，我们更要做，我们更要活出生命。因为主你的福音就在喜爱教会传扬开来，让人看到喜爱教会就想到耶稣的名，就想到他的生命可以更新，就想到他的明天是有盼望的。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教会，经过这58年来，依然走在神的旨意当中。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教会，为主的福音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一同站立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跟主说：你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回到我心靠你，甚至你陪我度过一
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。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有你同在，我不知畏惧。你是我的无声，我所依靠。在你里面没有改变，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丰盛应许在你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艰苦磐石全能成神，我敬拜你。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。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坚固磐石，全能成神，我敬拜你。坚固磐石，全能成神，我敬拜你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早晨用这首诗歌，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静下来。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刻，我们单单将我们的心交托在你的手上，脱去一切的愁累，只单单在今天领受从天而来的祝福。谢谢耶稣，这是我们在会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